再来看台中市北区的公园路，伫8月15，有民众看到一台载加速桶的货车加速无把好，对车顶连落来。民众是讲现场传出正重的加速味，警方嘛罚这加速18000块，消防局嘛对业者来进行稽查。路边伫咧呛白烟，还佫有插片的加速味，这加速赶紧停落来看，原来是车顶载加速桶落落来咯。有掉瓦斯桶，然后有出烟这样子，然后后面消防车有来。现在大部分都骑车、开车掉下来，也是造成一些意外，可能也不方便这样。落伫涂骹的加速桶，还佫伫咧漏气，民众是惊甲唔敢换气。消防队接到通报了后，赶到现场警戒。代志发生伫咧15早起10点，一名姓杨的驾驶驶规台拢是加速桶的货车，经过台中市北区公园路的时阵，可能是无把好势造成加速落落来。搭载运送瓦斯桶时，不慎掉落路面，经检视拾回之瓦斯桶外观。桶身已明显有掉落倾砸痕迹。就是这个老板跟主管不在啊，这个事情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只是员工而已。驾驶业者无愿意回应，不过其他业者表示，在过程除了爱把好势避免害来害去以外，过弯的时阵速度也爱放慢，避免加速桶贵起去。有啊，这高咧，这腿在那绑起来啊，安尼它就不会摇晃啊。哦，安尼较安全就对啊。嘿啊，安尼较安全啊。不过即摆有诶。真就是，咱咧为着讲方便啊，拢几乎都无会熟啊，还是讲边啊一定爱扣起来。经销检视加速桶的外观，看到有明显的落差痕迹，会以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，会罚驾驶人3980块。啊，那消防局也会针对业者稽查来确认敢有符合消防法规无？记者综合报道。